有薪水的網站調查發現，講這幾年台灣因為這厝價甲物價較懸的因素影響，大家買物件的能力嘛有差。若是用體感溫度來做比如，這台北市薪水的排名是第3名，伊若甲生活的成本算入來，這生活的感受是會落到第6名。而且嘛贊成這款比較的方式，認為愛甲種種的開銷算入來，才是實際狀況。全台灣產業的發展是帶動地方，不過嘛，同款造成收入的無同。根據主計總處上新的數據，113年房產的員工平均的薪資上懸的就在新竹市的129.8萬，收入來是新竹縣100.3萬，台北市是第3名94.7萬。不過這項指標若是含生活成本加起來，結果就大洗牌。其實在台北生活，我是覺得蠻幸福的。是個人啦，個人，因為它比較便利方便。比如說，我是中南部上來的，對，那我的生活的支出的成本會比住在台北市的市區的人還要再多更負擔一些東西，就是比如說我可能還要另外額外的付房租。有薪資統計網站是利用使用者提供薪水的數據，結合縣市上低的生活成本，和房屋實價登錄者所達的統計，發現講親像台北市雖然薪水是全台灣第3名，但甲物價算入去了後的體感溫度是落到第6名。相對來講，新竹地區薪水排名第1，因為增長甲真快速，體感溫度躍起佇第2名。嘛有像屏東宜蘭薪水排名和體感攏低。高雄市可能起薪在32K， 但是在台北35K 可能還是一個相對不太划算的薪資這樣子。那我們希望透過跟物價、房價比較的方式，可以讓大家在查詢或是做一些職涯決策的時候，可以比較有個概念。像關鍵在於是說，我要用什麼樣的指標，用什麼樣的數據來反映一般受薪階級的生活成本。外食費用、便當有沒有漲價，自助餐有沒有漲價，你非常清楚。再來就是居住的費用。或者肯定評比的薪水應該要納入生活成本的因素。不過，同款提醒講，最近幾年台灣薪資結構改變，走向極端化，平均值有可能受到極端帶來影響，可能互民眾的感受和統計結果差真儕，嘛應該適度來參考中位數較準。記者綜合報道。